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较早人讲千图万图，唔代表翻参图。较早意思是讲做田较实在，啊那即卖会当讲是脚踏实地上界要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土，读土土第五条。读土这是读白音，土就是土地山，像咱讲烂地土埋意思，就讲土山土炭。啊，那地面土骹的坑，咱讲是土坑；另外风泉，就咱讲是土州。啊，那无名人是讲去土州卖鸭卵。这个文音读做土，像咱讲糊涂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软土深掘，字面的意思就是讲较软的土才会当掘更较深的，意思就是讲老实人或者是较牛步的人，愈会互人欺负。第二个词读做糊涂，代表一个人无巧无精功，嘛会当讲是头壳无清楚，做代志无头神，或者是无讲道理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轮讲阿明做代志真糊涂，一粒就会互人骗过手。有时阵拄到更较恶一个人，软土深掘，若互人骗一解，伊的个性若是搁唔改，这款代志就会搁再发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土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